好，来继续来看监察院建立的政治现金公开查阅平台正式来上线。民众只要上网，就会当查到参选人政治现金收入甲支出的状况。去年9合1的选举，6都市长的候选人政治现金上多，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，但是伊的支出嘛是上多。过来是韩国瑜，不管你的收入或者是支出，拢排第2关。啊，那6都市长除了韩国瑜之外，用要所有的人拢了钱来选举。一起努力，安尼好无9合1大选无分哪力，大家尽全力。徛伫车顶扫街拜票，租车队吸人气，每一项拢爱开钱。政治现金用伫倒位去，要查真简单。只要上网，就会当连接到监察院建立的政治现金公开查阅平台。想要查倒一候选人伫一般查询，就会列出捐款甲支出的详细资料。总额结算表会当到专户查询，就会当看到总收支的全貌。就公开资料来看，6都各候选人政治现金的收入，企业捐款上少的，就是台北市长郭文德、南桥、福美、水美三笔加起来嘛才50万。若是这个候选人政治现金的收入咧，对上少的单学生600多万到破亿的3个人，包括着侯友宜、林佳龙、韩国瑜。侯友宜是1亿3000多万，是内面上悬的，个人捐赠部分就占6成以上，盈利事业捐赠的部分嘛有3成多。虽然收入上多，不过支出嘛多，这余额总计是-2000万，但是选票补助款嘛就要3500万啦。新北市府表示讲，出来钱拢会摕去做公益。若是用收支余额来看咧，除了韩国瑜也阁有结余款的，其他拢总是了钱。不过只要得票数跨越上加当选票数的1/3，或者是1/2，不管候选人最后是毋是顺利当选，拢有符合选票补助的资格。